26年2月16號晚餐煮意粉、罐頭湯、午餐肉、菜。煮咗菜同意粉先，跟住先至再煮湯同午餐肉，再撈返啲意粉菜落去，隔咗水，咁就煮呢個湯加呢個，再揼埋呢啲入去，加咗少少黑椒粒，跟住午餐肉車返落去撈一陣就得，加葱。淡咗啲，加鮮油。今日熱到咧，要開風扇。晾咗入邊都熱啊！因為呢個湯係洋葱湯，忌廉洋葱湯，再要加少少辣豉油。